过年吃年菜，年菜你介意对这款上受欢迎佛跳墙啊？人讲叫做鱼翅汤啊吼。即马来统计啊，民众上介意的是佛跳墙无毋对，但是对一款口味的第一名内底含花甲的口味，第二名鲍鱼干贝，第三名排骨酥啊。另外，你若是像福州式的佛跳墙啊，内底可会放蹄筋；台湾式的佛跳墙内底搁愈厚工，搁有笋丝、排骨，千万唔好减放的叫做蚵仔啦。菜市有够热热，年关要到啊，各种年菜摆几摆。每年都有佛跳墙嘛，所以过年必须要买佛跳墙。佛跳墙哦，同意，一定要的。无毋对，乡亲上爱食的佛跳墙，敢若是年菜排行榜就占前3名。第一种是主打花甲风味，第二种是有真热鲍鱼甲干贝，第三种是用老鸡母落去炖的。一种菜有各种风味。一定要有蹄筋、鱼皮，还有排骨酥，十几种食材的话，其实讲真的，客人其实再加个大白菜下去的话，其实就是一道很丰富的一道过年要吃的菜。不过，无共类型的佛跳墙实在冇差。福州式的佛跳墙会当食到卡筋，台湾式的料较济，有笋丝、排骨、辣子，尤其内底有一种食材甲焖焖的，真侪乡亲拢爱食这味。芋头，我很喜欢吃芋头。芋头一定要的，要吃大甲芋头。这加了，当然它的汤会比较浓一点，因为它是淀粉类的东西，所以会比较香一点。敢讲台湾版的佛跳墙真正的灵魂是蚵仔，啊一种年菜有各种食材，拢爱拣家己介意的款项。咱乡亲开始咧买年菜，或者过年的气氛是愈来愈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